照亮台灣排鹽歷史發源地，台灣第一鹽鹽埕千燈櫃，14日暗時6點，將佇咧鹽埕出張所溫暖啟動，為吸引更多市民大眾參與。主辦單位9日上午特別舉辦記者會，向外界宣傳。鹽埕千燈季，歡迎大家來漫遊。台灣第一鹽埕千燈櫃是鹽埕街區歡迎發展協會甲咱區白沙社區合作辦理的活動，現在已經是第3屆舉辦。今年主燈金燈塔以環保鉄材搭建，並加入在地商家名稱，象徵永續經營、代代相傳的意涵。我們跟白雪社區一起結合，辦理這個燈會，我們已經連續第3年了。那今年是由我們商圈來主辦。那我們稍微介紹一下我們的那個金燈塔的部分。好，金燈塔的話，我們今年的主軸就是因為我們是鹽業早期鹽業在這裡做販售，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台灣總督府，好，那個專賣局。那我們以鹽山的概念去把這一個去做發想。好，那我們用四昆生的科架。哦，以環保為主題，它的意涵就是說，像金字塔一樣。那我們也把我們的店家啊，在地的店家放在金字塔裡面，哦，就是意喻着未來的它的權利跟永恆都可以在我們鹽埕發光發熱。鹽埕是一個因鹽而生、因文化而生的地方，從宗教，還有我們的信仰，還有我們現在的文化，還有我們最漂亮的圖書館，是我們希望我们大家來走走哈，品嘗我們的，不管我們的小吃，到時候我們有30-40攤的小吃，還有美食，希望大家能走走。我們從12月14號為期4個月的我們的千燈季，歡迎大家。除了主燈精彩，第4周圍大約1000派花燈是由立新國小、永華國小、新興國中這3間學生所創作，屆時也一並點亮南區的暗暝。主辦單位歡迎大家做伙來看花燈。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